各位香港老友記，我係導遊黃小肥，今次帶住新兒旅遊嘅米芝蓮3天美食團，團費799，到底包咗啲乜嘢？一齊嚟睇下啦！從深圳出發，坐車2個半鐘頭直達番禺，唔使轉車，唔使舟車勞頓，落車就有得食。今次安排嘅特色宴，款款都係招牌靚餸，冬菇銀耳蒸走地雞，肉質嫩滑多汁，招牌金湯酸菜魚，酸辣開胃，仲有熬足幾個鐘嘅老火靚湯，滋補又暖心。而呢餐最重頭戲，當然係呢份黑松露燒鵝啦。啊，正啊！咁買隻啊？係啊！你哋有冇食過黑松露燒鵝啊？未。第2次。你呢邊啊？我第1次咋？好唔好食啊？好。未食。我都係第1次食黑松露燒鵝啊！食起身呢，嗰個味道好特別，仲帶少少黑松露嘅滾香嘅味道，鹹鮮味呢好均勻 ，OK 啊，真係正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先去黃埔古港散步、吹風。想試地道薑撞奶或者軟糯綿密嘅棉花糖都可以自費品嘗。周圍行下粵海第一關，感受下悠閒嘅慢節奏。之後坐有軌電車去電視塔，沿途一邊感受全運會嘅熱鬧氣氛，一邊沿住珠江邊欣賞風景。啲紫荊花開到靚到漏油，仲有唔少滑板嘅靚仔靚女。望住珠江新城嘅高樓大廈同埋開闊嘅江景，景色真係唔輸香港維多利亞港啊！晚餐我哋嚟到黑珍珠加米其林雙認證嘅嶺南海鮮樓，呢間嘢連續7年穩坐米其林指南榜單。一入門就見到滿場榮譽證書，氣派十足。雖然菜式唔算花巧，但每一款都夠晒滋味，大家食得津津有味。哇，好味啊！有皮滑肉嫩嘅白切貴妃雞，爽脆惹味嘅小炒鹿茸菌，皮脆肉香嘅招牌燒鵝，鮮甜多汁嘅生蠔煎蛋，酸甜酥脆嘅香波咕嚕肉，清香嫩滑嘅蔥油飛魚。呢條魚就係今晚嘅主角啦。呢條魚叫做鯇魚嚟㗎。呢條叫什麼魚？蔥油飛魚啊！點啊咁多位？呢餐飯啱唔啱口味啊？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又去花城廣場賞夜景，仲好彩遇到燈光節，啲燈光啊閃閃令令，打卡影相真係超靚。夜晚我哋入住喺佛山南海今年新開嘅酒店，間房面積超過350尺，空間夠晒闊落，乾淨又企理，住得好舒服。周圍行街食宵夜都好方便，行幾步都有得揀，旅程夠晒順意。